好，咱开始吼。1638年10月31，无重要的事。哦，10月读煞，11月有2只帆船对厦门来，其中一只载有170个人，载有100包担的白蜡，200篮的糖，60篮的空干布，700个做糖桶的茶帮，另外有一只载有200个人，1400包米和80包空干布。11月初3，无特别的事，也无船只出入。11月初4，有一只帆船对厦门来，载有70包大包米，25个人，也有载25个人，也有2只航往厦门，敢若载有地层门，其中一只是载30个人，另外一只载35个人，也有一只出航前往芒港。11月初5，无特别的事。11月初6，有一只是若生理人食酒的帆船对毋知啥物所在来空白，载有100个人，载有300担丝50箱西菱40箱一里面3箱金丝10捆红色的经西。11月初7，有3只商船对厦门到台湾，其中一只载150个人，100箱双面的西菱，50箱单面的西菱，80箱一里面，另外一只载有120个人，300担丝25箱西菱2箱一里面，第三只载有22个人，750担糖。11月初8，无特别的事。11月初9，有一只帆船对沿海来台湾，载有8个人，200担米。11月10号，快艇 Waterloo 号对芒港转来，载有843大包的石盒，也有一只帆船对淡水来遮，载有9个人，15担盐。11月11，有一只对日本要去江南的帆船来遮入港。伊来遮入港是因为一般即个月伫咧江南沿海拢有暴风，无适合航行。报告讲，伫日本遐看过11只阮的船，公司的货物也以真好的价钱来卖出去。确实的情形爱等候阮的船对遐前来，才知影已经随时会前来11月14，无值得记载的事，只敢有14号有一只帆船载鹿仔肉航往厦门，载有85个人，还佫有一只是航往芒港，一只是航往莅林。11月15，透早有东北风，下晡西北风。昨昏出航要前往芒港和莅林的迄2只帆船，今仔日又佫转来港内。11月16，本季节对日本派来取代的第一批船，便船 Daygrak 号，今仔日来到遮。再来100箱日本丁元，迄寡主管起山以后讲，有一支船队有一支船队，有6只船的船队同齐对日本出航，就是日兰迪亚号、斯沃号、布雷顿号、山德号、乌斯卡贝号和 Daygrak 号，但是因为遭遇强风和其他的船只分散，所以坐避雷船 Daygrak 号
先来到遮，因为上好航行的船吼，上好驶的船就对啦。其他的议长库库巴克阁下的物件，按算是明仔载才会当摕到。11月17，安尼就会落长啊吼，看着批就落长啊，安怎看？11月17，今仔日对着日本派来的其他5只船只，拢已经来遮停泊，就是大船日兰迪亚号和斯瓦号、快艇布雷丹号和山德伍号，以及便底船乌斯卡贝号，再来10万纽银。对议长库库巴阁下诉期本个月11号对辩护写予长官万德伯阁下的批，知影讲要旨是如下，批内容的要旨如下吼。顶一次的南方贵罪对遮以及其他地区派去日本的所有船只，拢已经平安到遐咯。例外有暹罗派去的便底船Luton 号、快艇威登的号，以及对东京越南东京租用的篷船，对市场已经得到354万毫吨的资金，对迄寡货物会当得到袂少个有价的625万毫吨，这真是真可观的收益。为着这个互人欢喜的消息，阮必须要懊恼感谢万能的上帝。会当有遮尔好的这个原因，是因为，就是生意会当遮尔好，利润会当遮尔好的原因，是因为葡萄牙人无像旧年遐尼有气力吼，遐尼有力量。今年敢若有2只大篷船来到日本，因伫咧日本的情形非常的恶劣吼，真歹。若讲旧年被拘留伫遐因的老司令官，还佫被关伫遐，佫被关伫遐啦吼，还佫未释放吼。甚至呢是新来的司令官最后要离开的时，也被接庇并且受到严令。无写啥物令，反正就严令。明年要来贸易的时阵，必须要将有反抗皇帝命令罪嫌的迄6个葡萄牙人带去日本。这件事显然是做袂到。到迄当阵，葡萄牙人一定会引起日本大官的大生气吼。但愿如此吼，因为如此，毋若会当互公司搁再尽威风，摄取利益，互在去的好物大部分拢会当用即个所望的即个价销来卖出去。譬如落皮好诶歹，拢会当卖出去。上顶皮每一百张是51两银。中顶皮36两银，下顶皮21两银，山羊皮18两银吼，水路皮也是以75两银来出卖吼。白色的丝仔青丝每一担是以285两银来卖出，黄丝就是黄色的丝吼，正价是131、135。137到138两银吼，拢以331两银来卖吼。哇，这利润遮尔好，卖OK。白色的丝仔青丝每一担以285两银来卖，黄丝就是黄色的丝歹势我。歹势，对只，而正价是130、128、125、126和120两银的，也拢卖到291两银吼。共款迄寡正价是一担115和105两银的，也会当卖到251两银吼。
哇，真正是卖一担趁一担吼。青丝西到每一担405两银，大有度样的镜铃，正价是4到5里尔，以679两银来卖互别人。而迄寡正价是3到3又7%里尔的，以5两6钱来卖。迄寡正价是2到2又搁7%里尔的，以银4两2钱1分来卖。西宁一里面以及所有其他的丝制品，显然将会有真好的市场。牵眼布以1%的利润来出卖 ，Larkins 以70%的利润来卖出去咯。麻西和坚西得到康贝毋知偌济利润吼。护照卖到11两银，快艇阿克斯路号已经准备好要对日本出航。最近就会当来到遮，这是11月17，咱阁继续看11月18。快艇 Clean Brandon 号和 Water Roosevelt 号，这两只拢已经满装着糖停泊伫遮，伫咧今仔日航出港外要去转装去一个里安迪亚号顶头，其他无特别的事。11月19。无重要的事，11月20。有2只帆船来到遮，一只是对厦门来载有65个人，载有500包米；另外一只是对澎湖来载有6个人，无载货物。11月21。还是我来摕第一次哈。泡一个烧茶来啉。即只吼，即几工拢咧落雨，一落雨温度就降低。即2工降到68度，68度是偌济啊？减32、36，差10，无甲20度啦，吼，17、8度可能，所以比较冷。好，11月21，有2只帆船航往西南沿海，一只前往安海，载有65个人，运去50箱日本丁元，是对因所载来遮的货物所得到的。另外一只是前往厦门，载25个人，无载货物。11月22，咱1638年要读煞哈，有北方。便底船 Daygrad 号、乌斯卡贝号和快艇 Clean Brandon 号都已经满载着糖航出港外，要去转装予停泊伫北平沙洲区遐的大船斯沃号。
再一个是无重要的是快艇 Waterlooseworth 号和 Clean Braden 号，伫23号满载出港，过当日24号搁再入港，运好要去转装，互要回航巴达维亚的船只苏沃号和伊兰迪亚号。再一个25，今仔日也无重要的事，只敢若两只航船出航前往厦门，其中一只载陆阿爸，载有56个人，另外一只载有35个人，无载好物。再一个26，快艇 Blue Brandon 号和 Sandalwood 号满载总价值799000毫吨的好物。有3893两又各5钱的黄金，20万两日本丁元，一批白丝和各种类的丝制品。船只昨昏的决议，今仔日出航要经由马拉加海峡，沿着印度沿海上北，蛇个5啊，直接要前往Surat 是伫印度的 Surat 吼。愿万能的上帝带领这只装载丰富的船一路平安。再一个27，听到迄寡心怀恶意的人，恶意的华武人所做万行凶恶的事，用钱写死3个替阮的副科经理拍拉的死仔人，写伤了几个人，甲村外的死仔人拢追赶到怎讲？越过台语是安怎讲？毋是越过啊，越过是台语的越过是转过、转弯的意思吼。一时才想袂起来。甲村内的死仔人拢追赶到盘过啦，盘过迄座称做 Usbosgan 的小树林吼。道王芒港树林啊，要讲盘过嘛，足奇怪吼。一般树林你若讲行过去，你会当讲软过去吼，袂讲盘过吼。盘过是比如讲山咧个盘过安尼吼，盘山过岭吼。道王芒港，因此长官万宝阁下按照本个月25号的决议，今仔日带领210个荷兰士兵，用分用3面旗帜带领，载有50只舢板，出航前往本港，要去好好报复。若是毋肯甲写死和写伤死仔人的迄寡人交出来，就要用武力来攻打因，要甲因追拍到，互因惊到毋敢搁安尼做吼。再一个29。无特别的事。再一个30，今仔日有9只航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，就是4只渔船，4只渔船载有73个人，2只渔船对列出来，载有盐，2只渔船对秦尾来，秦尾啥物所在？
伫福建省厦门的北边吼，也再有盐。一只温溪上船来自安海，再有340箱七里面50箱京菱50箱西菱，一担水银含一寡金丝。12个读煞，过来12个。哎呀，啉一嘴仔茶。有63只渔船对几啊所在来遮，拢载有盐，就是29只来自烈士，10只来自青尾，9只来自白头，1只对拉米，7只对塞坎，这什么所在？无注卡吼。4只是对金门吼，3只是对厦门，总共63只篷船。今仔日有一只商船对厦门来吼，再有14箱金丝，15纳西菱，50包空眼布，500包米。这是12个吹吼，12个敢若记一半尔呢吼，甲12个14都无啊，后壁拢无记啊吼。最近足罕咧看到安尼。闹到遮侪工无记吼，逐工拢生理遮好啊，竟然会当闹到。12月初2，边队船 Degra 号含 Clean Brandon 号出出港外，要去甲所载运的货物转装去要回航的船只。今仔日有7只渔船对几啊所在载盐来到遮，要来即个沿海遮掠鱼。12月初3，俄罗上帝对日本派来第2批船已经到位了吼。快艇阿克斯鲁号伫个顶9月25号对日本出航前来遮吼。再来空白毋知几箱日本订运，每一箱100，无单位100吼。并且满载着要送去互巴达维亚的米。因为对此地无米通好输出，对议长库库巴克阁下来批知影讲，西菱、红色甲白色的一里面，京菱和其他丝制品，并无卖到像顶一回来批所写迄个悬的价数吼。不过也是有真好的收益吼。边队船乌斯卡贝号和快艇 Waterloo 号拢满载着糖。出港外要去转装互要回航的船只，12月初4。12月初4落长哦，我想讲12月足好练的讲，哇，无定今仔日即工读煞了差不多啊。好，咱来看发生啥物代志吼。一般是相信是佫有啥物批来啦吼，照抄就对了吼。12月初4，快艇 Clean Brandon 号又搁装货物出港，要去转装互回航的船只，有25只渔船出航，要去南方的淡水和寮港遐掠鱼。今仔日阮的长官万德阁下带领伊的军队对华武人凯旋转来吼。因伫个顶9月27号出发前往该村庄，因为遐的居民毋肯交出迄寡社死和社伤死仔人的迄寡人互阮吼，所以甲迄个砖头一条鸡仔吼，甲放好烧掉，并且掠死个因的长老，甲长官阁下同齐拢甲因押转来台湾遮就对了吼。诚做是胜利的象征吼，胜利的意思吼。长官阁下被即个城堡和停伫即个城堡头前的快艇，用大炮鸣炮欢迎吼。以下出征华武人的日记是由 John Vanderbilt 所记载。稍等下吼，我来记一下。
这才重要，一定爱小我记，要无以后绝对袂记。我是把我的笔记摕出来。为虾米呢？为虾米我即马随便记？因为我逐遍写，我要记我评单啊，就袂记记啊吼。好，来，我甲我的笔记哪会无写啥物件呢？1638年12月。